預算唔足又想喺珠海市中心攞低3房嘅朋友，呢一條視頻你一定要睇完。咁靚嘅嶺南中式園林睇到未？仲帶有一線嘅山景，24小時嘅會所以及室內室外嘅恒灣泳池啊，都係配備埋俾你。唔到30萬，你就可以輕鬆攞低呢一套84平方嘅豪裝3房啦。而且更加驚喜嘅係，佢帶所有私家入戶俾到你，真係相當嘅唔錯啊！呢啲房門都係配備埋俾你，同埋呢個野樂嘅51智能碼鎖，到頂嘅呢啲儲物櫃啊，同樣都係高標。廚房位置都係所見即所得啦，帶住呢啲咁靚嘅一個明窗設計啊，廚房心電圖啊、烤箱啊、洗碗機啊、消毒櫃啊都係有嘅。LDKG 一體化嘅設計，84個平方可以睇到呢啲空間感都係非常之唔錯。呢度煮飯，呢度食，同樣都可以交流下，非常之溫馨嘅一家全部人全部居住喺呢度都係相當嘅唔錯。休息區啦，感受呢個就可以作為你嘅仔仔女女房，對面就係公共洗手間啦，乾濕分離，所見即所得。呢間呢就可以作為你嘅長輩房啦，同樣都係望住一線嘅城市景觀。主人房啦，帶住一個套廁嘅設計，衣櫃都係俾到你嘅。呢度樓間距可以睇得到，都係非常之 OK 啊，去到100幾米嘅樓間距。唔到30萬，你就係喺珠海南灣富人區攞低呢一套豪裝嘅3房單位啦。樓下仲有滑雪場啊，一線嘅黑白面將軍山景啊，私家會所啊，以及呢啲私宴啊，都係有嘅。感興趣嘅朋友咧，可以喺評論區 call 3條6，呢度去到華發商都只需要1公里，去到港珠澳大橋人工島以及拱北口岸只需要10分鐘嘅車程。感興趣嘅朋友評論區3條6，我係小雅，點個關注帶你睇樓。